今年想喺股市達成目標嘅股民聽住啦，作為深耕港美股多年嘅過來人，我俾你2個忠告：一、穩住心態，防虧損。股市增長本身就係非線性嘅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隨住時間拉長，公司業績或者技術兌現、收益預期達成嘅可能性都會逐步提升。所以建議關注啲你有持有預期嘅股票，唔單止更容易拿得住，而且面對短期波動，心態都會放鬆好多，唔容易出現錯誤操作。但千祈唔好買長期持有嘅股票，卻用短線思路去睇佢，除非係基本邏輯或者市場發生改變，否則記住你嘅對手淨係得自己，人哋賺得多或者虧得多都唔係你嘅參照物。二、持倉唔好超過5隻股票，按自己嘅風格等比例配置，預留25%嘅資金補倉。比如你揀5隻股票，每隻等比例佔15%，留25%空倉，基本上邊只跌咗5%至10%，就補一次總倉位嘅5%，之後等佢返到成本線或者有收益，再將補倉資金止盈，始終保留靈活性就得，容錯率會比較高。因為每個階段嘅熱點都唔一樣，主力關注嘅股票亦都唔同，呢種操作好考經驗，所以我建議散戶按最保守嘅方式嚟，最多可以喺你覺得階段性收益達到你滿意嘅位置時，整體止盈，然後轉去另一隻股票，相當於從高漲幅嘅股票切到低漲幅嘅股票。咁就算冇吃到之後嘅漲幅，但實際上都係提高咗容錯率，降低咗風險。關注我，幫你摸準市場投資方向。